军台党志航基地一架编号1130的永鹰高教机，今仔日载时技术因为双发动机过样载落去台东都兰的外海，加在34岁姓林的飞官及时跳降落线来逃生。医师讲，飞官意识清醒，初步检查只有侧伤，无内伤，因为有砸到水，所以要带院来观察。空军司令部是表示，已经组成专案调查小组来调查。行政院长杜永泰也请国防部针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厘清，照停事来进行相关的检验。画面顶看到乌鹰直升机伫失事海峡来进行救援吊挂作业。空军一架编号1130的永鹰高教机在起伫这片飞行训练时，因为双发动机故障，伫台东都兰外海摔落来。看到民众讲，飞行机起飞了后，就听到这个飞行机声音有一寡无正常。8点39分，我在我家做事，然后我听到嘣的一声。那个是异常的声音，在外海我就看到一个降落伞缓缓的落下来，就是战斗机，它就是平行的往海平面下面掉，就是不自然的飞，就是这样掉下去。我就想说，这是什么特别的训练嘛？然后结果就看到有一个降落伞在天上打开。飞行机失事的经过是，载起这架永鹰高教机8点38分，双发动机失去效能，发生飞安的事故。34岁姓林的飞官及时跳伞落海，并且征召个人的救生小船。9点13分，乌鹰直升机成功救援。9点19分，搜救机降落机场，飞行员意识清楚。并且伫9点23分送往台东马街病院。教官人还好吧？好，谢谢大家关心。医师进一步说明，四人的飞官拢知人经过包含脑部也有胸坎的电工，脑部电脑断层才检查均无发现特别的各样。初步检查伤者身躯有小可切到无内伤，因为落水时有去砸到，所以讲要带医观察。大概外伤就是可以看到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小的挫伤目前我们经过检查，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内伤。对着外界关心汉翔量产机器不状况，也告诉来汉翔安怎配合调查这代志。汉翔公司讲，这要由空军来主导，汉翔公司配合办理。有关说明现阶段汉翔公司无方便表示。空军司令部已经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要来调查这个飞行机失事的原因。目前已停止该型机训练，并已编组专案小组实施调查，以厘清噪音，确为训练安全。行政院长杜永泰是伫面册讲，感谢现场救援人员甲相关单位，已经请国防部对这个事故原因来进行调查，就应该有停事来进行相关的检验。记者综合报道。